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這一期咱們繼續胡聊胡適、胡轾、胡威還有胡一金老師。今天紅綠市場走勢那也是相當穩健。根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四大股指今日集體微調，上證指數報收3993.23點，這個數字也非常吉利，是對稱的3993.23，反正就是個3，微調0.42%，深圳成指微調2.06%，創業板指數微調2.7%，科創綜指微調0.78%。這個大金融板塊表現亮眼，保險、銀行、證券集體活躍，集體上攻，一舉收復失地。這個旅遊以及酒店板塊漲幅居前，形勢一片大好。我看了一下沪指往下微微的下行了16.8點，這個夯實了底部，預示未來上漲將更加有力，得到有力的支撐，把4000點以下的這個位置要夯實。我們不能像日韓那樣的股市上蹿下跳的，不利于咱們群众、咱們金融消費者投資。今天的成交額2.64萬億，比上個交易日又少了200億，說明什麼？说明這個籌碼非常穩固，大家都不願意賣出自己的籌碼，不願意交出去這個廉價的籌碼，所以它成交量就低，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咱們金融消費者一種惜售的心態。那在今天，即便是往下夯實上漲基礎的這麼一個背景下，還有1556家勇敢的上漲了，那麼有3882家選擇了夯實的底部。俗話說得好，收回去的拳頭打出來才有力，所以這3882家未來可期，它一定會爆發呀！這是主動的收回拳頭，那後面意味着什麼？大家都知道，所以說穩中向好。我們再看一看亞太股市，那簡直血流成河，充分的體現了亞太股市上竄下跳，跟着美股後面沒有一個好。每日經濟新聞報道，6月10號午後，日韓股市加速下跌。韓國交易所啟動熔斷機制，暫停韓國綜合指數程序化交易。截至12點39分，韓國綜合指數跌超6%，跌破7600點。這個其中 SK 海力士重挫10%，三星電子跌超7%。日本的股市那也沒好到哪裡去啊，日經225指數暴跌1500點，跌幅擴大至2.3%。部分半導體股大跌，遠銀集團跌超10%，愛德萬策跌超4%。這幾天韓國和日本的股市是暴跌，上周五是暴跌是吧？星期一又反彈，今天又暴跌。SK 海力士也是一個10%的上漲，15%的下跌，今天又是15%的反彈，又是10%的下跌，呈現出這高位矩陣。總之，日韓股市、亞太股市在美股的帶領下已經迷失了方向，上竄下跳。海力士還有三星電子未來市盈率大概8%左右，它這個是非常不健康的，蘊藏着巨大的風險。韓國股市最危險的信號，韓國人正在兌現他們保險單和儲蓄存款，以湧入本地股市的上漲。什麼意思呢？韓國人他已經等不及他存款到期了，他提前支取，本來存了5年期的，有的已經存了4年了，他來不及了，他要提前把5年期的存款他也取出来，哪怕是按活期算利息，他也不管了，这有损失了，把这錢存着幹什麼呢？去買股票，完了還要加槓桿。還有韓國人把他的保險沒到期的乾脆不交了，把保險的錢能退的趕緊給我退出來，去炒股再加槓桿。這個確實這跟咱們一比，那簡直差遠了。你看咱們多穩定，老百姓把錢存銀行，老老實實存在那兒。存銀行的就是存銀行，去炒股的就是炒股，這中間咱們互不干擾，不挺好的嗎？而韓國它已經完全亂套了，它不僅是儲蓄大搬家，它連還沒到期的都搬了，完了把公司的錢、保險資金都要退出來去炒股，完了加槓桿，確實太瘋狂，這個造成了韓國股市暴跌。你看6月10號，據韓聯社報道，受美股利空消息及半導體股票暴跌等因素影響，韓國綜合股價指數經歷了2日劇烈調整。在此期間，
主要商業銀行透支账户余額增加了6000多億韓元，也就是不到30億人民幣。分析認為，這是在股價暴跌之後，期待市場反彈的散戶投資者開始利用透支賬戶進行借貸投資，也就是昨天韓國人借錢抄底了。那今天這麼一暴跌，那不又套住了嗎？韓國基準股指周三下跌，芯片股延續跌勢。且受美國襲擊伊朗影響，市場風險偏好減弱。簡單點說，就是美日韓股市那叫一個刺激，而我們的市場那是相當穩定的，穩中向好，這個態勢沒有改变。我也看了一下咱們科創綜合指数科創板，咱們的市盈率190.7，還沒有到200，那是相當的健康，相当的有前途。我們的科創50平均市盈率是157倍。那也是很健康，这个預示着未來有很大的發展前景。日韓還有美的的股票，比如說比日韓三星、海力士10倍市盈率，所以說明我們有很大的上漲空間。比美國科技股那七枝花那也是有很大的優勢。這美股蘋果的市盈率大概33倍，微軟的市盈率是24倍，英偉達市盈率是32倍，亞馬遜29倍，這些凸顯美的這種腐朽的落後的這種資本主義市場。他們市盈率没有任何提高的空間，所以體現出來美國還有日韓股市暴跌。今天有很多媒體報道，有貝殼財經，還有新京報，還有什麼其他財經報道說，前5個月個稅增長12%，就個人所得稅，也就是說咱們韭菜，咱們牛馬，今年前5個月交的個稅多了，大家應該感覺到自豪，個人所得稅增長12%。那遠遠超過了 GDP， 也超過了咱們叫人均可支配收入5%，稅個人交的稅是12%的增長，所以我念到這個的時候，我就一種自豪感油然而生，因為你交的稅多了，你的貢獻大了。正在國家經濟在爬坡過坎的時候，正要跟美國較勁的時候，趕超美國，咱們很榮幸多交了稅，也盡了自己綿薄之力。但是《新京報》是這麼說的，他說稅收數據顯示2026年1到5月份個人所得稅收入為7644億元，同比增長12%。6月10號，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黃立新告訴記者，個人所得稅收入增長較快，主要有3個原因：一是資本市場活躍帶動相關所得項目高速增長；2是部分行業繳稅增長較快；3是稅務機關加強對高收入人員的納稅引導規範帶來的。那具體怎麼說？黃立新他解釋，他說，今年以來 A 股行情向好，推動個人所得稅快速增長，其中限售股轉讓所得個稅同比增長96.2%，什麼意思啊？限售股轉讓，這我簡單點解釋一下，就是大股東減持，高管減持，比去年多了1倍。你高管你減持之後，你要交稅，稅比去年多了1倍，那就說明那減持的人減持的金額那也是比去年多了1倍。有很多網友、很多經濟學家就不讓大股東減持，以劉繼鵬為首的老是不讓大股東減持。你大股東不減持，這拿什麼錢給國家交稅？你看人一減持，這個稅多交了1倍。這第二個說，利息、股息、紅利轉讓所得個得稅同比增長18%，股權轉讓所得稅同比增長10%。很多公司持股平台以合夥企業形式成立，自然人合夥人在減持股票時需按經營所得繳納個人所得稅，而這個稅多了14%。說來說去不要扯那麼多了，總之都是大股東在咱們二級市場減持，給國家多交了，你看都是10%幾的稅，那這不是好事嗎？你不讓人家減持，那拿什麼交稅？這是一個。後面說，同時資本市場持續活躍，股權激勵、行權活躍，就是員工股權激勵，帶動個人股權激勵個稅收入持續增長。綜合測算，資本市場活躍對個人所得稅增長的貢獻近50%。今年個人所得稅為什麼增長？這一半的功勞是來自於資本市場活躍。那資本市場活躍，那這些大股東、高管，還有包括搞員工激勵的這些人，他們賺錢了，所以他們多交稅。那他們賺的錢從哪兒來的？那都是咱們金融消費者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
有錢的捧個錢場，沒錢的捧個人場。咱們沒有錢，咱們捧的是人場，咱們沒有參與，確實因為能力有限，沒錢咱捧個人場也是做出貢獻了。那很多金融消費者那是實實在在的做了貢獻，他們拿着失業補償金，拿着積攢的这個工資進去，那實打實的支持，5萬進去，現在在努力解套之中，20萬進去的，本來想到100萬的，現在已經到了8萬了，這都是暫時的。你暫時少的這點錢都給國家交了稅，所以說不要有抱怨，這都是有意義的。這個黃立新他是進一步稱，就解釋，他說今年以來部分行業發展較好，帶動行業從業人員個人所得稅收入明顯增加。你看，第一個是金融業繳納個人所得稅同比增長24%，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同比增長15%。那最後他說了，最值得關注的是稅務機關加強對高收入人員的納稅引導規範，也拉動個人所得稅增長。比如，這個是關鍵，就是這個了，說加強對居民個人境外所得宣傳引導和政策輔導，取得境外收入的納稅人遵從度明顯提高。1到5月份累計補繳稅款約130億元。那這個大家也知道，很多都是在海外投資啊，非法的，通過什麼老虎證券、富途、長橋是吧？炒美股的這些人賺了錢，他們累計補繳稅款130億。當然，這個不是說全部，以他們為主。誰讓你買美股，一買就賺錢，那你就得交稅，沒毛病。合着你買了納斯達克，買了你也不動，一買就賺錢，能不交稅嗎？我們收了美國人的稅。你這些人的稅從哪兒來的？這些人交的稅都是他賺美國韭菜的錢，把美國韭菜的錢賺了，然後交了稅。你看，這不就是像是美國間接的為咱們跟美國科技競爭添磚加瓦？你說氣人吧？但是這麼好的事情為什麼不讓幹呢？為什麼不讓美國人繼續做貢獻？格隆會6月10號他說到世界杯對資本市場的影響，叫世界杯魔咒，說距離世界杯開幕只剩不到48小時，比球迷更緊張的是股民。據悉，相較於見縫插針跟着賽事尋找投資機會，更令投資者緊張的是一個講述多年的股市怪談——世界杯魔咒。什麼叫世界杯魔咒呢？說世界杯期間全球股市往往表現較差。有數據統計顯示，過去8屆世界杯期間，全球股市平均跌幅 1.8%。那麼我們滬市是5跌3漲。下跌概率 62.5%， 平均跌幅是 6%。其中跌幅最大的一次是1994年國際足聯世界杯期間，上證指數跌幅達到了 18.3%。其次是2018年俄羅斯世界杯下跌了 7.2%， 而美股市場是4跌4漲，下跌概率是 50%， 平均跌幅 3%。格隆會這個說法經不起推敲，它屬於這種叫類似於封建迷信。他說咱們8屆世界杯，咱們滬市是5跌3漲，而且下跌概率是 63%， 就是2/3這意思。完了之後每次跌幅是 6%， 這個因為它統計的太少，一共才8屆，這個統計就這樣的，你這數據太少，沒有這個叫什麼，沒有參考意義。保不齊這一次就要漲 6%， 為什麼呢？因為世界杯它好像是在美國是吧？墨西哥是嗎？總之，他踢球的时候跟咱們這個開市不影響，球迷可以早上夜裡看完世界杯，或者早上看完，接着滬市就開盤，這不正好嗎？沒有影響。這是第二個，咱們的足球隊拒絕參加，由於缺乏中國隊缺席，所以說中國股民和中國球迷對這屆世界杯也就沒有太大的興趣甚至中國的跟資本市场相關的不會受這屆世界杯影響。因為我們沒有代表隊，所以廣大的金融消費者沒有必要過度恐慌，對這些什麼數據這些概率完全可以忽略。這些數據這些概率只能代表過去。難道踢世界杯合着我們的硬科技就不發展了嗎？難道那美帝他踢世界杯，美帝他們玩物喪志，他們沒時間搞硬科技，搞大模型，搞算力，那我們還得埋頭苦幹，因為我們也不參加世界杯。我們就要趁着美國正在那儿玩物丧志，在那儿舉行世界杯期間，那我們要彎道超車，要掏起來，掏定律是吧？要趁他們不注意，我們也掏。所以說，恰恰這個世界杯期間，是我們滬市要趕超美國還有亞太日韓股市的最佳時機。
所以說，金融消費者千萬不要沉迷在过去那些数据裡面，什麼5跌3漲的，那都是胡說八道。要堅決有信心，就要趁美國还有日韓他們玩物丧志，把注意力轉移到世界杯期間，我們要實現我們的虎市，要實現彎道超車。大家都做好了。我們再看看深圳商報，他昨天有個報道，看完之後我非常生气，我準備要舉報一下深圳商報，他竟然污蔑我們的牛市，說叫結構性牛市。這篇發表在2026年6月9號下午4點，星期二。他這個報道是叫深圳商報 A 股結構性牛市明顯，年內超3600只股票股價創新低，超800只股票創924行情新低。什麼意思呢？他這文章说，他说 A 股結構性牛市明顯，近期創新低個股不斷增加。據萬德數據統計，2020年1月1號至2020年6月8號 ，A 股市場股價創新低股票達到了3618只，佔比66%。你看看不少，正好2/3，哪有這麼巧的呢？所以我就懷疑深圳商報這是在唱空咱們虎市。他說2020年1月1號到現在，2/3的股票在創新低，這個說法我是不能接受的。自2025年4月2日特朗普推出對等關稅政策以來，股價創新低的個股有2406只，佔比44%，接近一半。也就是什麼意思呢？去年4月2號，我入市，我買一只股票，我很有可能就創新低，就到现在為止，這是指數在往上漲，牛市對不對？合着我還在創新低，2406只創新低。那有人就說了，我是2024年924行情的時候買的，那你也得小心了。按照深圳商報說的，2024年9月24號以來，這2年裡面股價創新低的個股有808只，佔比15%。也就是有人說你看我抄到底了，9月24號入市的，那時候2600多點。那你也得小心，如果你抄到這個808只，不好意思，你在創新低，指數在漲，但是你那個賬戶在縮水，你說有這可能嗎？這深圳商報是不是搞錯了？怎麼敢這麼唱空虎市？咱们的資本市場是穩中向好，指數節節升高，從3000點現在到了4000點，4000點準備要進攻5000點。那這個深圳商報什麼意思啊？這時候說這種話。今年以來，創業板指數、科創50指數均創出歷史新高，但傳統行業相關指數持續走弱。A 股結構性牛市很明顯，市場個股兩極分化十分嚴重。到目前為止，本輪牛市依然屬於典型的科技股牛市，部分熱門賽道頻創歷史新高，但多數股民還可能在為手裡不漲的股票發愁。從大盤漲幅來看，從2024年924行情以來，滬指從2863點升至4000點一線，截至6月9日午間收盤，滬指報3979.68點，累計漲幅達39%，深圳成指累計漲幅達78%，創業板指數累計漲幅達141%，科創50指數累計漲幅146%，但是多數股民還在為手裡不漲的股票發愁，這是為什麼？這是深圳商報報道的。這深圳商報到底什麼動機啊？為什麼要唱空虎市？我們的市場堅如磐石，穩中向好。每日經濟新聞報道說，山西首富被罰680萬元。為什麼被罰呢？因為他名下有3家上市公司，3家上市公司同日公告，山西首富王廣熙被警告並罰款680萬元。其身家曾達到370億元，資本版圖橫跨多家上市公司。6月9號盤後，永泰能源、海倫哲先後披露，王廣熙因非2家公司的事項收到中國證監會海南監管局出具的行政處罰決定書。王廣熙為永泰能源實控人，海倫哲第一大股東實控人。該處罰是由王廣熙導致另一家上市公司叫海德股份信息披露違法。那海德股份違法什麼呢？王廣熙作為海德股份時任董事長，知悉什麼上述資金占用相關情況，也就是大股東占用。王廣熙作為海德股份時任實際控制人，隱瞞資金占用相關情況，導致上述信息披露違法行為發生。
鑑於海德股份占用資金及相應利息已全部歸還，海南證監局決定對海德股份給予警告，並處以200萬元的罰款；對王管熙給予警告，並處以680萬元罰款。其中，對作為實際控制人處以500萬元罰款，對其作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處以180萬元的罰款。這個占用多少錢？一共占用是8.84億元，占用了這麼多錢，罰了680萬。我就想問問，你說美的的股市，還有這日韓股市，你敢這麼動真格的處罰嗎？他們是不會的。所以你很難看到報道說美國日韓股票他們又罰這個罰那個，又處罰這個，又立案，沒有，他們很少。你看我們都是動真格的，每天都有罰款，都有處罰。所以這两相一比較，你就發現了美西方日韓股市那肯定是日益沒落，因為咱們這邊監管是動真格的，絕不玩虛的，就不像美西方，他們到現在也沒罰過款，也沒有抓過人。美西方日韓股市疏於管理，他們的資本市场那只能是一天一天的爛下去。我們再看啊，黃金是可以說的，黄金這個國家從來不提倡說你炒黃金去，所以說黄金在暴跌。6月10號，現貨黃金日內大跌1.4%，失守4200美元每盎司，從最高價5600跌到4200，已經是跌了快往30%奔了，創3月23日以來新低。看黃金走勢圖，就是一個倒 V 型，前面上山，現在是在下山，下到哪裡不知道。黄金现在炒黄金的人恐怕自殺的心已經有了。為什麼跌倒不可怕，跌無所謂的，但是你前面說漲的那些機構天天說黃金要漲到8000美元每盎司，還有的說6800，還有的說8000，都在看多，一邊倒的看多。現在這些投行、這些銀行、這些機構都在唱空黃金，緊急改他們的小作文。你看花旗分析師說，未來3個月黃金價格將觸及是多少？要進一步下跌，說什麼食物需求疲軟，可能進一步拖累金價。他們警告稱，若霍爾木茲海峽封鎖狀態延續至夏季末，黃金購買量的萎縮可能將金價推低至每盎司3500美元。那这是褲衩子都跌出來了。那不你從5600到3500都快腰斬了，比印度的那個樓市跌得還厲害啊！誰能受得了？你說你剛從印度人剛從那個樓市被打一鐵錘一悶棍，完了之後又去炒黄金，又來一悶棍，你說你能挨得起幾悶棍吧？花旗說這個金價要跌到3500美元每盎司。德國商業銀行將2026年年末金價預測從5000美元每盎司下調至4800美元每盎司。你看人家偷偷摸摸的把往下調了，說年底只能到4800了。除了黃金價格本身被看淡之外，由於投資屬性減弱，賺錢效應消失，黃金相關公司的目標價也被紛紛下調。資本市場以前帶黃金的股價的翻倍了嘛，好多都翻了3倍，就像硬科技一樣，光模塊。現在他們都在下山，都腰很多黃金股已經腰斬。不過顯然國際大行低估了黃金的調整力度。目前黃金已經擊穿了年內花旗首次下調預期後的下限，這是21世紀經濟報道。所以說這是從去年開始炒黃金的，現在估計是想死的心都有了。咱們可是苦口婆心的是吧？勸牛馬韭菜不要炒那玩意兒，那玩意兒不能生息，那玩意兒真到了亂世也用不了，只能招來杀身之禍。你现在那玩意兒你一買是金包铜，你也不经常得勤着收拾勤着擦，你不勤着擦到时候有铜绿啊上锈，你说你找誰说理去啊？好，我們這期節目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